恒生指數窮六絕七反彈，咁期會有一個針對短線嘅 V 型嘅反轉，中期嘅一個反彈。上個禮拜週末嘅時候講緊啦，咁就恒生指數即將跌入到2成呢個紅線技術性紅線嘅關口啦。咁啱啱2成嗰條線就係22,444啦，咁但係佢就差一腳就係跌唔破。咁嗱，我哋上個禮拜啦，咁同大家做互動啊，窮六絕七反彈。咁而家嗱7月就第一個禮拜睇落去，又好似真係反彈咗喎。咁啊，King Sir 對於恒生嚟講啦，你覺得係真係反彈啊，定係有機會呢個位啊直接去真係見底反轉呢？階段性嘅反轉，中期嘅偏闊幅嘅反彈。如果你問我反轉定反彈，只能夠從周期嘅角度，短周期就係反轉，中周期係階段性大跌之後嘅階段性嘅大幅反彈。我認為我自己本身咧，之前同大家講到個預期喺6月中旬，本身我俾過一個預期空間就係話24,800點附近，單周能夠企穩呢個價格，基本上就係單周就觸底。但係奈何市場唔能夠馬上 V 型嘅情況下，我認為會有個級別拓展。上周講過咩叫級別拓展啦，所以當市場跌落嚟嘅情況下，大家都知道級別拓展就係技術加心理加呢個叫利空，呢個叫一齊跌落嚟嘅。咁跌咗落嚟咁點呢？從短周期我亦都同大家喺社群提前預測咗，我認為呢個階段性嘅日線趨勢拐點7月6號之後就到㗎啦。7月6號下週咪到咯，咁下週之後可能市場日線再向下挫一挫跌一跌實啲個位，我認為就基本上開展新嘅3季度嘅行情㗎啦。呢個係短期我依然維持不變嘅觀點。但係從中週期嘅角度嚟講咧，可能大家都忘記咗我哋喺連續嘅3年嘅對外公開嘅年度策略分享會，對準嘅嗰一年就係23年嘅12月18號。我哋提前1個月講恒生指數將會喺24年1月第3個星期會見底，結果嘣一聲，呢2年最低位就係嗰個位啦。然後我哋喺舊年嘅25年12月20號都提前同大家講咗恒生指數嘅嗰個預期，如果假如向上嘅情況下，我哋喺年初亦都同大家講到，大概可能喺27,500點左右呢啲價位，係合乎今年嘅標準價。請聽清楚，大概就係27,500點附近之後，所以我哋喺1季度，我哋亦都揾到咗恒生指數嘅階段最高位。2季度喺5月份，亦都揾到咗市場嘅最高位。社群嘅朋友同埋我哋對外嘅一啲公開資訊，亦都提前將我哋嘅研究分享咗出嚟。咁而家階段性跌嘅空間咧，從月線中週期嘅階段性，我哋睇到大概就係22,600，即係22,500到23,000點個區間，亦都係當下嘅位置，係中週期下跌落嚟嘅一個中線籌碼沉澱嘅比較重要嘅支撐位。所以短期呢個位置相對算係中週期同埋短週期嘅一個共振嘅位置，所以我覺得大概率好高嘅位置，短期會有一個針對短線嘅 V 型嘅反轉，中期嘅一個反彈嘅一個邏輯。時間咧，我認為就喺7月到成個8月上旬接住落嚟嘅1個月時間，我覺得大家可以揾好啲機會啦，同埋喺呢個過程當中叫做揾好一啲，比如係 A 加 H 股嘅套利機會啊，或者係啲相對階段性跌咗落去，有基本面業績支撐嘅好機會，我認為喺呢個過程係容易接住落嚟揾到食嘅。